係啦，啲花送俾大家分享先啦。咁都非常多謝大家啦，因為講老夫少妻呢個話題呢，都得到好多嘅朋友嘅支持啊，非常之多謝啊！都呢個話題呢，因為涉及到真係人生嘅人老咗嘅一個過程啦。人老咗，你又想要一個人嚟照顧你，你各方面嘅照顧啦，各方面嘅衣食住行啦，各方面嘅經濟條件啦，呢啲大家都要有一定嘅即係經濟嘅安排同準備咯。你話又想要一個用一個中年嘅女士啦，大家都合埋一齊嚟生活嘅，或者成為合法夫妻嘅，更自然要安排啦，係咪先？呢啲大家都明白㗎啦。因為如果你話涉及同一個中年女士結婚成為合法夫妻，你個經濟能力啦，你嘅承諾啦，你嘅處理方式啦，因為呢個女士可以伴隨你同你推輪椅啦，同你去睇醫生啦，照顧你嘅起居飲食啦，呢啲呢個女士都要負好大嘅責任㗎。咁如果你哋係話想要咁樣嘅真係條件啦，大家互相嘅價值一個付出嘅代價啦，付出嘅能力啦，都要大家都要配合咯，都要即係喺婚前都要講清楚咯，都要謀求一個配合咯。如果婚後之後先嚟講呢，咁樣話冇一定嘅準備呢，咁呢段婚姻就非常之吃力啦。因為你冇經濟能力，而且嗰個女士係跟住你嘅。佢亦冇乜能力去同你一齊生活啦，係咪先？這是大家都會明白㗎啦，係咯。因為依家呢個話題涉及到因為一個年老70幾歲接近80歲嘅老人家，大家都知啦。第一方面佢嘅行動啦，第二如果健康嚟講更自然好啦，係咪先？如果唔健康嘅，突然間有咩事嘅，呢筆嘅醫療費啦，長期照顧啦，你知長期照顧。